人可能拢有这款的经验，伫咧交挂禽上尾牙，有时阵尾牙会飞过来赢飞，上尾停伫咱人的身躯，可能是和咱人身躯特殊的气味有关系，嘛有可能是因为老瓜，大部分公的比母的较济，敢讲是母的较惊臭汗酸味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规大阵的鸭仔做伙飞，这个景致实在真迷人。当年的春天到秋天，拢会当看鸭仔。不过你敢有这款的经验？看鸭仔看到一半，想象到鸭仔直接停伫你的身躯顶，原因是啥？请保育员来回答。植物上面它比较少得到一些钠跟一些矿物质，所以它想要借由吸一些动物的粪便啊、尿液，然后还有人的汗水那些来得到这些。原来这个鸭仔不是看你人真好才挖过来的，大部分其实拢是闻到汗水的味来的。因要爱的就是你汗水内底盐分甲矿物质。普通若是无咧食物件的时阵，鸭仔长长的喙就亲像卷起来四光共款。啊，若伊要食物件的时阵，就会甲喙伸好长、伸好直。啊，伫咧你边仔飞，或者是停伫你身躯顶的鸭仔，大部分拢是公的。雄蝶它跟母的交配的时候，会把精甲给母的，然后那里面就包含了一些钠跟一些矿物质，那个会帮助母的可以在产卵啊那些会得到更好的营养。唔是母的鸭仔较讨厌干的味，是公的鸭会甲挤出来养分当做礼物送给母的鸭，佮会当分卵活落来几率变悬。另外，保育员嘛提醒，鸭唔管是公的还是母的，身躯顶拢有蓝，会当防水甲对抗敌人。所以鸭飞活的时阵，民众千万莫伸手去抓因，因为因的蓝若是落去，可能就会互因活袂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